今仔日去试着红歹甲红妈的滋味啊吼！妈咪，都会点仔日头前讲要去行酒家，你做人老母的人，连一点仔反应都无，也无甲伊主动，你这算啥物做人的丈夫嘛？我做安尼是安怎？迄是我摕钱互伊去的呢。啥物啊？你摕钱互伊去行酒家？妈咪啊，你是安怎那要安尼做啦？无啊，阿勇啊，你毋是讲着爱迄落较开放、较洋化的？我即个丈夫摕钱互囝婿去行酒家，安尼敢无够开放？我相信讲外国人伊就对我袂着啦。妈咪啊，倒会是去行酒家呢，毋是去公园呢？你安尼做，我绝对袂原谅你的啦。免，你要原谅甲毋原谅我已经拢惯势啊啦。我甲你讲。对即马起我要互我的囝婿做一个真真正正的查甫囝，无要搁囥喺厝内，互你做家里翁安尼甲伊钓来钓去，你爱甲无？妈咪啊！你这死对，你免咧上可惜，我绝对袂当互你好过。究竟是啥物？闹叽叽，卡开开。对，你甲我讲你袂啉，结果你酒人盘较好，我互你管到强歹醉咧。我无法度啊！迄算查某囡仔，大家拢足热情的，一杯一杯就甲我灌落，对我无啉明的，我惨啊都制止袂掉呢。讲真个啦，即款行酒所在，我算行啊啦。对，你算菜鸟，阿摆即款所在，还有足好耍的所在，你拢找我。我有一个问题咯。啥问题？足奇怪，我会记你做总经理，哪会去甲人拢叫你当当？你所在拢安尼啦，你嘛是叫你倒档的啊？对啊，我都为着伊叫我倒档，我甲伊相知啊。我讲恁这历史拢无读的，较早是招贤人当道，毋是人倒档。讲真个，我吼，即款所在一定爱吼，较接行的。知名度自然就悬。到时阵毋免砸现金啊，砸一支笔就好啊，用珠咧用签的就好啊。搞笑，这我就会用伊哦。我无法度。你安无法度？我算红招的，我嫁某的，我无迄个命。你可怜，我无甲你骗的。你一工假毋着干那惊某，互恁某安尼压到落底，安尼就算查某人哦，某受这些拍落你袂晓哦。好啦，我毋敢，下我看这嘛吼，我水干咧，我好转来困。你讲啥啊？你讲啊？我甲你讲，行，暗头啊尔，我搁带伊来骗。毋是啊，迄阵的钱平稳着，咱啊，搁足济开无完算算。莫搁去啊。行来，迄个阿贵哦，阿贵开已经四几号。啊，是这样哦。几号？伫倒？军密啦。你知影为何？我知伫迄中安东路遮。哦。行。啊，咁好。袂歹真行。来，你好笑。哎呦。究竟是啥物？这唔正人，你讲要去四季风，恁祖嘛就对你四季拢乌青。干杯！等讲的啊，你无小讲介绍一下，这朋友叫什么大名？介绍一下嘛。这个啊，阮公司的牛嘛，姓倒。哦，原来是倒档的哦。你好哈。以后若是有闲吼，爱定甲阮捧场哦。会啦，捧场迄是无问题啦，还是讲我毋是做倒档啦，恁这拢爱当补习历史，古早时代迄个做当倒才对啦。啊，捧场是讲捧场，毋过阮场若无叫我来，我毋敢来。你嘛咧讲算笑呢？你若阮无囝婿行酒家，哪有即款代志啊？哪会无？因场条工讲吼，叫我带出来酒家站好安尼足飘撇。安尼才会当培养伊男子汉的气概。这钱还阁足济，后面啊开，这算第三间尔呢。真诶哦，好还好的丈夫嘛。哪会无？最主要吼要培养伊有迄个查甫人的气概，因为伊惊某啊。哈，惊某哦。
讲甲快点，迄是讲阮某唔惊我啦。阿姨等啊，你莫甲讲啊闹开，迄走去面头前讲啊，我无面子啊。惊某惊某，有啥物惊有知影的啦？就是咩呀？好啦，无要紧啦，讲惊某就惊某嘛，对唔对？哪要紧，是毋是啊？你无听人俗语一句话伫咧讲，讲话做拍某是猪狗牛，惊某大丈夫，拍翁练功夫。啊有你呢？啊就凭即句话吼，来，我敬你一杯来。你叫我，哎，你这查某仔无半夜空空讲要敬我，你毋着停落对毋对？你也无停落，安尼要来会用的？啊，歹势，借问倒一位是倒等？倒等，倒倒一个做倒等。啊，你就倒等啊，搁倒者。啊，你就是倒等的。你讲我倒等，什么代志？阮新来一位小姐讲要指定坐你的番。新来的查某囡仔要坐我番，听着无？听着无？当真无简单啊！哦啊，你头一遍行酒家就有小姐要指定要坐你的番，对啊，知名度开始咧悬啊，得兄弟。打叫咧。我是来叫。袂歹，我知名度袂歹哦。对，所长，我来讲吼，这个小姐你爱甲认好清认了未？好，那赞水甲定起来。好，赞甲听起来。袂歹。倒等的。诶，小姐来啊！这。这型袂歹，这型有效啊！你到这算5分钟的。对啊，嘿，细粒子。啊是安怎头一摆上班的款啊，惊见笑哦。人都打来较唔捌啦。啊，刚才听到声，我都足人的。真正的这声水，人啊一定水。声足油的。阮看一摆咧，好无？歹势啦。要紧啦。看摆咧。张总啊，这款面敢若一搭目。是你笑唔知，这就甲恁某要讲啊。哦，甲阮。你这臭咩呀？这落声就对啊。